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7日6拜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教育部伫昨昏有召开私立学校的退场审议会，除了高原科大有企业赞助资金唔免管以外，即马环球科大、明道大学、台东技术学院，拢因为资金无到位，即马确定爱退场，停止招生。教育部自民国111年8月开始私校退场审议。有4间大专的改善期限，伫今年5月31到期。教育部昨日召开私校退场审议会，审议4间大专所提出的改善计划。其中，高二科大是国内第一间获教育部列做专案辅导对象了，由企业出面救的私立大学。依照教育部的规划，今年大广集团总共要投入3.8亿，除了改善招生，也用产业合作、活化校舍的方式。和高研科大伫3年内达到损益平衡加自给自足的目标。学校在5月29号经过台钢集团捐资2.8亿，那把这个财务的缺口已经补足，那也已经把基欠教师的薪资都已经全数的清偿。那其他学校也没有其他的这个退场条例规定的这个应列为专案辅导学校的一个情形，所以经过审议会的审议认定，高苑科技大学。这个免除专案辅导学校。因那台东技术学院、环球科技大学，因为财务的问题加欠老师的薪水，被列做专辅对象。经过查核，依然无达到改善目标，所以并联学校伫112学年停止全部的招生，113年7月31日停办。明道大学工管局财务的问题加欠老师的薪水，负债加欠薪水总共3.28亿。也因为这样财务的问题，所以今天就是没有解列它为专辅学校，而且是直接依照我们退场条例第13条规定，那就是命他来停招，也就是12学年度来停招，然后会在明年7月31号来进行停办。教育部讲，台东技术学院、明道大学加环球科技大学3间学校，将会伫112学年结束了停办，届时需要安置1120位学生。退场基金初步估计，就要先替这3间学校出代票12.5亿。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即马伫日本访问，昨尾暗仔伊是去拜会日本自民党众议员，双方讲要1点钟。郭文哲有讲到台湾加入 CPTPP 的议题，若对方嘛讲会全面支持。拜会日本跨党派政要，民众党主席郭文哲随过访问日本第2天的行程，要按拜会自民党众议员古乌圭司也有木原人。双方重点放伫咧台日合作等议题。郭文哲也主动问到台湾要加入 CPTPP， 看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敢有甚物建议？自民党众议员古乌圭司回应讲，全面支持台湾加入 CPTPP。进前得有日本的一部分食品加农产品无法度出口到台湾，因为台湾当局正努力，即马这款食品已经会当出口到台湾，所以认为台湾正努力甲这款无大的障碍清除。相信台湾所落来要加入 CPTPP 应该真有机会。因若找过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拜会前首相野田佳彦，两人握手了，谈了真欢喜，议题正看，也包括核电加福岛的食品。郭文哲讲，不管是太阳能或者是风力发电，每一度电的成本拢是核能的2倍以上，要伫风险加绩效之間做決定。そこで電力不足なんてなっては経済や国民生活に大きな影響が出ますので、ある程度やむを得ないところを妥協しながらやっていくというような今やり方ですね。野田佳彦也讲，正感谢台湾开放福岛的食品。郭文哲伫咧会中也讲，只要日本人会当食，无理由台湾人袂用食。这个道理用科学就当解决，唔是问题。最高案郭文哲是参加日台交流协会暗宴，由日台交流协会会长大乔光夫亲自接待，行程无对外公开。记者综合报道。
那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进前时捌表示，有咧规划已经停机的核能机组，若是拄到紧急状况的时，会当恢复运转。这是引起外界咧质疑民进党的恢复工园政策跳票。昨昏赖清德亦表示，恢复工园的理想并无改变。也若侯友宜准备要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了后，即马是有人甲批评讲，伊无换议题摘掉，而且伊伫网络支持度嘛输瓜文哲甲赖清德。侯友宜是强调，伊是做事的人，伊会用议题来证明伊做比民进党也搁较好。进前，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伫出席大学生座谈的时阵讲到，相关单位当地规划已经停机的核能机组，维持未来会当紧急使用的可能，引起外界质疑民进党恢复工园的政策有变化。早起赖清德出席活动的时阵表示，恢复工园的理想无改变，未来也会持续加强推动绿能的发展，但至于极端紧急的情况，我们也必须要预先设想可能的解决方案。不过，这一些仍然需要跟社会进行沟通对话。赖清德表示，去年3月，行政院公布今年摆放路线图，会伫科技研发甲气候发展两大基础，推测能源产业、生活甲社会这4大转型策略，逐步走向2050净零转型的目标。立委洪申翰是讲，民进党也是会坚持恢复工园的精神甲路线来规划能源政策，特别是各种再生能源一定会优先扩大进行。包括太阳能，包括风力，包括地热，甚至未来海洋能、生质能，那都会是我们发展的关键。到第2024大选各党派总统候选人公布了后，国民党所定调的新北市长侯友宜，说服党内立委认为有待加强，因为伊的网络声量无亲像赖清德甲郭文哲，也无主导议题的能力，应该想办法提升。民进党为什么要让他政党轮替？我们为什么做的会比他好？我们要用这些议题来凸显我们有能力，也有比民进党做到更好，赢得民众的信心，这才是我们要主导的议题。侯友宜认为，这几年伫民进党执政了后，会当看到民生困难，各项欠建设，除了欠电、通膨、乌金真济，中央一寡议题完全无法度支援地方的需求。面对这些问题甲挑战，伊会听民意，到各县市了解大家所面对的挑战。若是基层传出换候的声音，党内高层也积极伫高正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担任竞选总部主委，啊，毋过煞互人拒绝3届。跟他们的团队也不是很熟悉的哈。要磨合也不太容易了，二方面呢哈，我想我们能力也有所不及了哈。那么他一定有更好的人选来担任主委。王金平建议侯友宜应该邀请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来担任竞选总部主委这个职务，是上好的选择。外团伫723全大会正式提名侯友宜进前，郭台铭这边有计划3个方案。对这代志，侯友宜是相信郭党会信守承诺，挺伊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而且会感觉较翕，过昼嘛到落雷阵雨。当再来看云图。今仔日北部、中部温度大约是24度至34度，那南部甲东部高温有机会会升悬到35度至36度。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台南、高雄甲屏东，也佫有花莲发布高温的警示。这礼拜天气是较无稳定，因为对流的发展会较旺。拜5开始，佫有黄酸雨方面刮进咱台湾。拜6礼拜爱说日头强风，嘛会落青光雨。那目前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正在形成，强度嘛继续咧增强，有机会成做今年第3个风台。目前对咱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台北北投有一间真出名的牛肉面，是互外送员翕到讲店员甲七灶台叶倒部的水浸入去咧沙面的顶底，这看落是真无卫生。店头一开始是唔承认，也毋过外送员公开影片，卫生局昨昏有专工派人去调查，啊毋过这间店家昨昏无做生理。业者是用声明对外表示，讲这是员工个人的问题，会加强教育训练。
就是这段影片，店员技术将切煮面台了后的倒步，顺水入去煮面店内底，涵盖行为拢被外送员录落来。暗过店头第一时间发完网，讲迄是煮面水变换进前的动作，反控遭到抹黑。外送员测试半暝，佮公布11分钟完整的影片，说明店家。我自己本身也是他们店里的客人，我也经常去他们家吃饭。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不知道已经吃下去多少这样脏水。所以才会觉得很不能接受。外送员表示，店员依然继续用迄点水煮料理，予其他人去食，一直到伊离开，迄点水依然咧煮，根本就无换水。对不起，卫生局初5早起主动派人到场稽查，想要到店家将铁门救来，暂停营业。针对于它的人员卫生、环境、器具等等，还有食材保存，如果查有相关的缺失的话，会依食安法第8条的一个规定，要求他限期改善。复查还是没有改善的话，会依违反食安法第8条，处新台币6万到2亿元的罚锾。里面很多一些灰尘，还有一些油渍，还有一些脏东西，也担心如果进入我们的水里面，让民众吃下去，也可能会造成肠胃道的不适。卫生局强调，会要求业者正式说明，但营业了后也无有警来稽查。店头是发出声明回释咧，承认倒步水存入去煮面店内底是员工个人行为，负责人无尽到多多的责任。回释咧，招牌分店暂时休困，加强员工教育训练，才个营业。后续也主动联络卫生局来检查。记者综合报道。加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咱台湾经过防疫保单之乱，目前疫情转好，生活已经恢复正常。也毋过有民众就发现讲，即马相关的保险一寡保险费拢变贵，而且理赔金额甲项目颠倒求水，保险是出现后遗症。其中意外险的保险费起上济。来关心自由时报。律师天安门事件34周年，台大研究生刘家琪伫香港悼念律师，说服香港的警方以煽动罪抓起。刘家琪昨昏伫面册有报平安，那台大的研究生协会冒发出声明，讲和平哀悼毋是罪，因会继续关心香港的局势，要互追求自由的人上大的支持。来关心中国时报，目前做兵做4个月，内政部甲国防部调整越南的体位了后，去年发现讲免做兵的比例有23%以上。明年元旦开始恢复做兵做1年，国防部即嘛公告新版的越南体位的标准是略较搁较严，要恢复体位的 BMI， 若准讲因为有病症唔免做兵，即嘛爱提出治疗的证明。要改掉咱台湾是过路人的地角，这个歹名声，警方即马抓违规是抓真严，5月份的时就抓超过16万件，其中轿车、机车无让过路人就超过2万件。虽讲警方抓到这么严，也毋过也是有人激皮皮。亲像昨昏伫新北市着游览车要倒弯的时，拢无停，直接去弄着过路人。若高雄嘛有 UGN 的专车，车顶载规定囡仔，也毋过这个司机竟然弄红灯。机车咧，等红灯边窜出载囡仔车，翻过上黄线，颠倒向伫斑马线，车顶载满细汉囡仔，无爱命咧弄红灯。我们这边有配合那个警察局去做处理，那现在这里是进行调离现场。喊告的行为，就伫高雄南马溪远方机场表示，已经将司机调离现职，全面配合当地警局调查。代志发生伫1礼拜，警方初5也通知驾驶交换罪名，无论是甚么理由，拢决定处罚。依规定驶入来车道，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国内交通乱象不止这一件，游览车倒翻，让几台车斑马线顶悬有过路人，驾驶都动落，这查某人当下跌涂骹，后到裤仔流血送医。游览车驾驶经检测值无酒驾情事，但未依规定礼让行人，警方将依法开罚。地点就伫新北市南口51岁姓李的驾驶讲灯挂无注意，暗过路口无停让，警方上悬罚3万6。受伤是新北环保局32岁姓柯的清洁员，除了过车路有风险，就连平常时工作，司机也拢是规矩。
当然，他们在清洁马路的过程当中，的确会在那个马路上跟机动车辆做一些轻微的擦撞，这种状况的确是曾经发生过。为上渡过路人地甲臭名，警方一直处理，敢若为5月来看路口无停留多条21000多件，会号至路口违规要7000多件，加上人行道违停甲道路障碍总共超过16万件，只是这种违规掠袂煞，条形心理无解，道安问题无法度解决，有缘互过路人行路时心惊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一只轻型的飞行机飞入去美国华盛顿地区的天顶，因为这个所在是禁区，所以美国军方随出动 F-16战机，甲这台小型的飞行机砸落来。也过想袂到，这只小型的飞行机尾岸呢摔落伫维吉尼亚州西南部的山区，飞行机顶4个旅客全拢过身。被维吉尼亚州甲马里兰州华富市区域的居民测试，拢互这多年来声音惊一条。社群媒体推特一个涌入，一个搁一个的疑问，拢想要知影是发生什么代志。原来一只为天纳西州起飞有架飞往纽约市长岛，机顶载有4个人的塞斯纳轻型机落伫华盛顿特区顶面的禁区，军方紧急出动 F-16战斗机拦截。类似爆炸的声音，都是战斗机紧急升空产生的音波。国际航班追踪网站弗莱德威的记录显示，这架小车飞行机伫靠近纽约地区时，突然180度大西翻，搁伫华盛顿特区领空直线飞，最后大约伫下昼3点30分左右消失伫维吉尼亚州。经过几个点钟的找找，当地警方伫乔治华盛顿国家森林公园发现坠机的残骸，机顶无人活着。北美航空司令部发布的声明表示，军方一直想要联系飞行员，不过一直拢无得到回应。另外，知影内情的消息人士指出，这架小架飞行机迄当时亲像是自动驾驶的状态。官员强调，战斗机拦截甲坠机拢无关联。小架飞行机登记伫佛罗里达州墨尔本安克汽车名下，头家朗培尔对媒体表示，机顶有伊的查某囝、2岁查某孙的女母，甲飞行员系的人。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那美国的司法单位即马有一套人面的辨识系统，只要有嫌疑人的画面，就当透过这个系统去比对，安尼真紧就当抓到歹徒。听起来是真利便，也毋过即马人权团体是认为讲，这相片拢无通知当事人中提起，安尼是侵犯隐私的行为。所以包括法国、英国等5个国家，即马已经要求袂使搁用这资料。监视器传回嫌疑人的画面，佮透过人面辨识系统，即卖美国迈阿密警察找到嫌犯速度更加快。Just very simple facial recognition. We get a picture of anybody, somebody. We run it through the computer, and the computer gives us matches that are similar to that picture. 这将共款相片来源大部分是为网络，比如面册、IG、零星新闻来的。若相片捌出现伫网络，都可能被吹到过震动。设计这套系统是美国公司 Clearview AI， 伊讲是除了中国以外，全球上准确的人面辨识系统。而且主要用途是协助美国执法单位侦查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未进行非法监控。Clearview AI 推出了后，引起高度的关注。因表示有全球上大的面部辨识资料库，佮计划收集1100张的相片，方便到用手机就用使用。俄乌战争了后，各版免费提供给乌克兰军队，用来辨识死者身份，甲掠俄国间谍。看起来真方便，暗过人权团体批评，这是强烈侵犯隐私。That database is collected without anybody knowing that their faces are in it, without getting people's consent for sure. 美国目前无法律规范警察使用面部辨识系统的界线，有心人士真可能滥用。佮加上 Clearview 最近佮互人查出，互私人企业比如拉斯维加斯教场提起使用，佮加结有疫人士关系密切，种种因素拢互这套系统争议真多。法国监管机构进行裁定，因违反欧盟法规罚款2000万欧元。意大利是列英国了后也对咧开发，澳洲是要求删除资料，不过 Clearview 认为公司无属于欧盟的管，甲即卖有关保护罚款，这场捍卫隐私权之战有关的继续。公司新闻7月2日报。英国 Harry 王子控告英国小报的发行商假报集团，这年来讲因非法收集资料。
那伦敦的法院昨昏开始连续3天开始开庭，Harry 王子嘛亲身出庭，这嘛创下英国王室的头一例。真侪媒体守伫咧伦敦高等法院外口，要等英国哈利王子出现，因为哈利告英国小报发行商镜报报业集团 MGN 自1991年到2011年之间，用电话偷听甲其他非法的手段，包括请私家侦探等方式非法收集资讯。哈利王子出庭作证，将会创英国王室自19世纪末以来第一位出庭作证的成员。These kind of cases are often a case of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To be quite honest, I don't think anyone will get out looking great, which is why so many people try to avoid being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in or lose, he wants to embarrass both the media and certain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and the royal household through these legal actions. 法官讲，已经有通知哈利爱伫咧8月出庭，对哈利无来也真意外。哈利别讲，伊这世人拢是生活伫咧互媒体入的痛苦加愤怒之下，并且甲伊的老母戴安娜王妃的死，拢怪这是英国媒体私了甲入侵。一寡种族歧视的文章，造成伊甲伊的看守梅根2020年去美国生活，并且退出王室。It will be interesting whether the palace and the way in which they have dealt with the media in the past, and certainly Harry would say that the palace have fed the press, that they've fed and planted stories. 哈利甲超过100人集体告 MGN 用工业规模实施非法的手段吸取有关因的资讯。MGN 承认有证据显示，私家侦探受到指示非法收集哈利等3个人的资讯，并且对此道歉，严格否认其他的指控。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什么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美国的前副总统潘斯宣布，伊嘛要参选美国总统，伊要代表共和党来选赢2024年的总统大选，所以伊即马会甲美国前总统川普伫党内初选拼一个输赢。来关心俄罗斯克林姆林宫表示，海客攻击几纳间俄罗斯广播电台，而且放送一寡假消息，讲乌克兰已经拍入去俄罗斯啊。来关心中国欧北的警方最近有抓到一个做假药啊、卖假药啊的集团，用混种蓝柠檬酸做药啊，佮骗讲食落了后会当降血脂、降血压是新药，也毋过食的拢无影无食共骗的，嘛骗超过新台币2亿。来关心伫社群媒体顶头有济美中的一个南韩的网青伫报纸，顶礼拜五伫新北市的八里骑4辆的脚踏车的时，去拄到一个不输鬼，来对调佮共帮，警方伫2点钟后就抓到这个29岁姓陈的查甫。前韩国的直播主到巴黎地区游玩，骑乘自行车时，过程中疑似遭到男子触碰到裙摆而有不适。警方虽然没有接到报案，但在得知的第一时间，已经立即调阅了监视器，并且将该名男子于2个小时之内查其到案说明，后续也会移送到司法机关做调查。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这个伫报纸骑4辆的脚踏车，拄到一个查甫人，伊是骑奥多拜甲对伫后壁，佮挑工刚摸大腿，涉嫌性骚扰。伫报的画面传登去南韩了后，是引起南韩网络媒体关心。咱的警方虽冇接到报案，也毋过嘛随调监视器抓人。2点钟内就抓到一个19岁姓陈的查甫人，伊嘛有承认尾下红依法上班。继续关心，即马最近性骚扰的案件是直头爆出来。民进党的立委何志伟即马嘛，互查甫网友指控讲被当前对伊性骚扰。何志伟有发出声明回应讲，针对伊家己无去注意到的动作，造成别人的困扰，伊会失礼。另外，国民党立考副研究员詹碧文嘛，互指控讲长期都有对女性的偏袒。詹碧文嘛伫面册公开会失礼。正大性骚扰风波继续滚价，有查甫网友测试伫面册指控8年前，互迄时阵台北市议员现任民进党立委何志伟性骚扰，对方不知望叶手搁伫手过写手机号码。何志伟测试暗时发声明回应强调，若家己无什么动作造成对方困扰，真失礼。民进党主席罗清照初5主持党部主管汇报表示，要互社会看到民进党勇敢检讨改进的决心，维护性平价值。赖主席请许立明秘书长安排性平教育课程，包括中央党部及地方党部的同仁，以及党公职人员的幕僚等等。那么主席也会同时间
一起来参加。赖清德表示，3点性平执行方案包含建立直接申诉窗口、零风险的处理原则，马上修改党内规章。另外，叶国富国民党智库副研究员詹碧文，互人控诉长期性骚扰女性。伊伫测试暗时，伫面册表示，要为过去个相处，因为伊的分寸无站在感觉被冒犯的女性回失礼。国民党表示，党内性平调查机制会为受害者角度出发，也会加强宣导。若本党有类似的情势发生，国民党会继循我们这个性平的机制，还有相关的法律处理。那至于其他场域的性平事件，如果涉及本党党员的部分，考纪会也有相关的办法会来处理。因为一直传出性骚扰的代志，国民党也呼吁调查各党应该关注检视性平审法，然后司法必要要赶紧讨论杜绝证据。记者综合报道。那家己的中正大学有一个查某毕业生，是伫网络顶头亲身出来指控一个副教授，讲旧年热人热天的时，伊去做这个教授因囡仔的受水教练，哄骗说，而且哄卡来手来几下届。伊讲伊有向学校的老师反映，也毋过拢无受重视。学校表示讲，昨昏知影这件代志了后，会依照性平法来通报，嘛依法调查。家己中正大学一名女毕业生测试案，旧名伫社群中的全校校办，指控一名细正的副教授，伫去年担任对方囡仔游泳伫家教的期间，几摆将伊游泳绳的腹带跳掉中北，脚脚紧替伊勒铃，为大腿到界边，几摆期全拢无插，甚至还阁问敢要甲伊交往。Me Too 的事件还就燃烧全台哈，所以我们本校格外重视哈，所以在第一时间。就受理，然后积极处理。女毕业生讲，这个代志也捌反映学校内另外一名女教授，说知道这是查甫追求查某行为的讲法，也讲要行性平证据亲像无够。对此，学校回应测试接到消息，就以性平法通报完成。真的是事实的话，就是应该要收到相关的证据，可能当下就要先跟他说我不舒服了。杜绝性骚扰，Me Too 运动为正大延伸到一场校园，愈来愈侪人勇敢发声。妇女团体发现，这场性骚扰发生甲事件暗藏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权势关系，另外一个是相关防治制度的无健全。我们大概发现会有7到8成的被害人，是选择不申诉、沉默的。那最主要就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像社工这些专业的一个服务，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妥善处理，其实是这一些所谓的主管的部分，他的就是性别的一些意识的错误，或者是说他在这样子的一个因应能力上的不足。真侪妇女团体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修法，建立完善的集场性骚扰防治系统，佮进行修订性别工作平等法定性骚扰相关法规，保障被害人服务资源，才会当真正帮助求助的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个6岁查甫囡仔，互发现讲，伊伫洗身躯浸入浴槽内底时，常常无喘气、无心跳，赶紧送病院，尾也是救无回来。病院即马是发现讲，囡仔的身躯顶头有真侪旧伤痕，而且有空气，已经赶紧通报警方。检方嘛找时间去验尸，要了解囡仔死亡的原因。台中市丰原区一名6岁查甫囡仔，这个月初一伫厝浸身躯突然无生命现象，家属通报119，送医抢救犹原不治。医护人员发现查甫囡仔身上甲骹手有真侪所在污尘，怀疑受到虐待，通报警方。台中地检署加长工上检，检问父亲等3名家属初步无法度确定死因，会得以解剖。本月2日接获警方报验。本署旋即指派检察官当日前往相验，并询问死者之父亲、父亲之同居人及祖母等人。因初步无法确定死亡原因，故检察官预知择日解剖，以厘清死因。台中市社会局证实6岁查甫囡仔到院前死亡。台中地检署已经启动重大离奇案调查，死因还未厘清。家防中心初步评估查甫囡仔疑似遭到虐待，将依法提起独立告诉。根据家父基金会内部统计，去年二个相关通报案件多数以医护人员、教保员、社工所做的责任通报，社区民众主动通报案件无90%。呼吁各界共同建立儿童安全防护网。一般的社区的民众，他可以就是我们讲多去警戒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孩子有些哭闹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有些孩子他们可能就是主要照顾者会有这些就是过度管教的一个情况，民众他们可以做113这样一个通报的一个部分。
教育基金会也建议儿童家中的照顾者唔通家己承受压力，会当找各县市政府提供的家庭支持、甲幼儿咨询等服务，适时找车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邦桥一间幼稚园5月中逼出老师甲囡仔吃爱困药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个家长出来报案，啊，有4个囡仔身躯顶头毛孔验出有药物的残留。昨昏，新北市教育局就带医疗人员去这间幼稚园做采检，要了解有偌济囡仔受害。新北市邦桥某一个幼儿园顶个月中发生老师饲细汉囡仔安眠镇静剂这药的案件，即马阁有13个家长报案，4个细汉囡仔体内验出药物残留。初五，新北市教育局启动教园检验的专案，采验其他的学生囡仔。部分受害学生家长伫立委的陪伴召开记者会，控诉新北市调查处理无够积极。一位家长是曾经教育局有给他就是那种园所的那种名单，就是你自己去报名，然后你自己去联系，就一通电话。那副作用的话，大概一般就嗜睡啦、反弹性的失眠，或是等等注意力不集中。那长期的副作用，我们就是要注意几个哈，就是包括就是说是不是有戒断的状况。意思是讲，学生囡仔残留体内属有中枢神经压制剂，临床已经无接使用。立委王婉如呼吁可能药品代谢状况，应该进行头毛的检测，佮针对教职员先扩大调查，通查清楚真相。立即启动了重大儿虐案件司法早期介入的一个机制。主动报请新北地检署启动司法调查，社会局的家防中心也对受害者呢，采1对1的进行个案追踪。新北教育局是讲，对案件一定会追查到底，绝对袂宽容。因为这个幼儿园7月底要休业，也会协助家长安置学生囡仔。记者综合报道。伫台湾，真侪所在拢有流浪狗，啊，若这狗仔有当时佫会共虐。来看花莲的做法，花莲县政府即马伫七星潭的风景区有斗超音波要赶狗仔。七星潭是观光客甲在地民众上爱去看海的风景区之一，也毋过遮一直存在流浪狗甲咱人的冲突问题，像狗屎垃圾之外，有的时阵也会惹人，互现场的工作人员真头疼。有没有狗狗会追人？有的会追。我们来这边割草，我们也是头痛啊。为什么？他们排的废弃物很臭，穿的围多多啦，面罩都是狗大便。为着要避免人狗冲突，官府最近伫七星潭装10几个音频广告器，其他像吉安乡花园海堤、两潭自行车道顶有流浪狗出入的所在，拢会继续装饰。居口器的原理，它主要会释放出一个音频是狗听得见，但是是人类不会听见的一个音频，然后达到狗狗的一个比较害怕、不会靠近的一个方式。也毋过，动保人士认为，并毋是所有流浪狗拢有攻击性，广告器只是将狗仔赶到其他所在，建议不如让有攻击性的狗仔刷到开放式的管理所进行教化。移置呢，就是把一些可能比较有问题的犬只，移置到那个开放式收容所。那移到那边去呢，就是可以做一些社会化的亲训啊之类的，那以便就是之后可能可以送养。官府强调，在动保法的规定之下，只会当用这种友善动物的方式来监管。那效果爱看长效状况，像通报人狗冲突案件有降低，未来也会扩大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有高雄市机关咧质询的时，用 ChatGPT 以市民的角度，呼吁市长爱重视即马囝生少的问题。这嘛是 ChatGPT 头一届进入台湾的机会。也毋过，伫国外已经发生几哪站 ChatGPT 毋是资料来源错误，就是有一寡问题。学者就认为讲，要伫正式的场合，也是要摕来做研究，要用就爱斟酌。一个严肃且急迫的问题：台湾的人口危机。讲出对少数派烦恼，有高雄市议员初五质询时下指令，和 ChatGPT 用高雄资深市民角度写出呼吁市长重视少数派文章。我请 GPT 给我一些建议，结果 GPT 马上大概在30秒里面回答了一篇问题。ChatGPT 去年推出了后，大量运用伫翻译、找资料、写文章这方面。第一摆进入台湾艺术厅，引用内政部资料为市民发声，也互学生感觉真趣味。时代进步嘛，那大家也要跟着进步。
拍开改变下指定，特别感谢文章部甲16等影写出无共款语言程度的文章，学者认为 ChatGPT 应帮助无共款程度学生共同学习。啊，不过提醒，在国内外已经发生过真侪件提供虚假判例、错误资料来源等，在正式场合使用爱细致，要知道那个方向，才可以去确认说他的资料是不是正确无误。我们常常在引用的这些专家，他一个都没有引用，那他给我们的10个里面，我一个个去查，根本查不到这些人。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我想老师其实是给学生提醒说，他给你的东西不见得是事实。人工智慧因为提高效率，被广泛应用。不过学者发现，国外已经有人请人写假资讯来试这 AI 系统或者是所信引进，以假乱真，误导 AI 提供错误资讯，好向若使用爱查证消息来源，则被用到虚假甚至错误资料。记者综合报道。ChatGPT 带动 AI 风潮，即马有耳孔听无听众朋友开始伫工课顶头用这个工具来应用，用伫画图，同齐来看。捌开过设计工作室耳孔听无的画家柯德家，想要用 AI 画图工具 Midjourney 来试看是毋是能制作出商业的点影作品。因为爱先输入英文的关键字，所以伊家想要做做什么图片的中文指令，用 Google 翻译成做英文，结果传给 AI。首先要写主题，第二个是参数设定，像相机的设定一样，要说明清楚，要近景还是远景，是要全景图，还是取景到什么范围？距离物体多近都要写清楚。柯德家讲，以前设计一个作品，定定要舞2-3礼拜，怎么用 AI 画图会当真轻松就完成，不过画面无够油。这个水滴就太大颗，应该要缩小，自然附着在表面上。像这些光源从哪里来？可能电脑做不出来这个光线效果。对幼部的修改，将画面修改到家己要伫的成品，用 AI 生成图片，会当为柯德家省真侪时间。另外，小学的听障老师郭兆成最近计划家己的论文投稿到学术期刊，不过爱写做英文，伊就用 ChatGPT 来斗3工。因为我并不是就是英文很好的人，然后再加上我身边的朋友都没有外国人，那刚好就是这个 GPT 出来后，然后他对于那个英语修改，就是他改的可能会比较精确了，然后改的法文比我强多了。郭兆成讲，虽然不是完全正确，但是也是能透过异地对话，将内容保护条做修正，和语法更加完整。伫咧生成式 AI 一直进步，应用也愈来愈多元，愈来愈快。耳孔听无的朋友，若是当善用这个工具，若是当互家己的生活更加方便，嘛会当提升家己工作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一份统计，咱台湾有6成的侪人因为水气不好，胃口嘛受影响。国健署即马就邀请营养师教大家安怎料理，互老大人食会落，因为有食才有营养，才有元气。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台湾有63.2%的侪人因为喙齿无好，倒假喙齿歹保等等的问题，影响因的胃口甲食食的种类。最近国健署辅导做食的业者、志工团体，嘛请营养师针对食材筛选处理的方式，来教大家安怎互侪岁人食会落，更有营养。拣食材，我拢讲阿公阿嬷，咱先拣咱爱食的最重要哦。因为你无爱食，不管什么款的营养拢无效啦。到底爱切偌大块？大拇指第一节就是1.5公分的大小，咱剁个较幼，切落较幼的，上无，互咱每一喙拢补会赢，食会落。我就这要教啊，有的是大喙齿无好，想要食肉粽，佮烦恼饱袂烂，影响消化。志工协会分享引起社区的据点，煮食互侪岁人食的经验。营养师嘛教大家处理肉，互肉食落较软的撇步。以前袂晓的时阵，拢用青的一直炒到熟时阵，就电空空老岁仔就食无法的安尼。假使是要家己包肉粽的阿公阿嬷，偷偷甲恁讲一个撇步，用咱的往来的汁，先去甲咱的肉生哦较软的，较起落包咱的肉粽。安尼咱的五花肉啊，也是不管是肥的、煎的，拢会应该因为这个撇步啊，稍微把它软化，让它整体的质地是比较软嫩的。即马进入高龄化的社会。
郭建署为着照顾民众的健康，透过辅导餐厅的业者，开发适合老人食的菜路，甲各地志工团体、老人会等等上课，互因了解若去社区的据点，如何时代食爱注意的美角。嘛希望这个计划落实到各地头，互侪伙人食会落，食好健康，有元气，食饱二。记者邱丹妮、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有285年历史的关店古迹中华南窑宫，正殿、后陵甲三川殿的结构也有壁倒，拢有一损害。南窑宫伫昨昏举办修复工程的开工典礼，总经费6500多万，2年来会完工。手举清香，信心拜拜。这是有285年历史的关店古迹中华南窑宫，因为年久月深，庙里的插头结构、佮有壁倒、剪梁拢损害严重。去年中，文化部罗南会勘通过修复工程的补助申请，伫6月初5举办开工典礼。的确，这200多年的历史里头啊，这10-20年来，因为没有进行的一步的修理，所以说修复，所以有一些地方的确是应该要修复了。今天我们很高兴啊，终于在这也算是很快的过程当中啊，今天能够开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修复工程会针对正殿、后陵甲三川殿来做结构加强，包括解决厝顶漏水、白遐，也佮有插条别开的问题。其实上困难的部分是这个正殿，咱知影迄个电金柱边有一开始有一寡裂缝，所以这裂缝的物件要先淡只甲修理也好，无咱马祖婆住伫内底伊嘛无啥欢喜啊中华市公所表示，这摆工程算是第1期，总经费是6557万块，由文化部补助70%，剩的由县府补助4917750块。中华市公所家己总14753250块，预计伫2档来完工。若彩绘、泥塑、剪黏的项目会安排伫赛后的第2工程。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湾人爱化裙，这若是食饭桌顶咧比输赢，嘛是人甲人之间保暖的方式。嘉义市的台湾图书馆就邀请一寡对化裙有研究的时代，也是店头家，用上课的方式，互少年人来认捌这个文化。爬拉件咪本门的叫，耍件我就是大向少年朋友讲化裙的历史，佮有各种裙的讲法。唔捌画过裙的人，亲身算过了后，虽然感觉趣味，但是画裙画出来的话，实在是感觉真歹记。这个先辈拢对日语，日语外来语较熟，所以画迄个反应啊，还是迄个讲话迄腔调，还是迄个尾音，迄拢足顺的。虽然讲画裙内底嘛有日本的，嘛有中国的，嘛有台湾的，但是这是台湾已经流传差不多几百档的物件。但即摆你记下看，我靠记下看，差不多100个剩差不多1-20个会晓。嘉义市的台湾图书室母语文化教育协会甲台文系教授，为了要让少年朋友了解台湾早期家仔头食食生活当中的化裙文化。门下举办化裙的体验活动，佮邀请以前一寡路边摊的头家来分享化裙甲过去传统社会化裙所代表的意义。台湾迄个尾牙文化，无电影、无电视、无啥物，下一个辣条啊，下一个油灯、拍蜡凉啊啦啉一下酒，对啉酒的人种有死啦。会啉甲袂啉的人，总爱靠化裙。咱较少年辈拢是咧接触到这山西较济去了后，对着这种咱的这种化裙的文化，一直咧流失。母语文化教育协会讲，化裙是台湾早期食饭桌顶耍比输赢的物件，内底使用的语言嘛反映迄当阵的生活背景。甲少年辈化裙，都是希望用无同的角度，互因来认捌台湾过去的历史、语言甲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湾师范大学昨昏表扬杰出的校友，歌艺演员陈阿兰是正做师大的管理学院头一个杰出校友。伊的老师杨丽花嘛有专工教育。陈阿兰讲，刷入来，伊希望用 AI 科技，和传统的歌戏会当创新。手提讲座，心情是真欢喜。正做师大管理学院头一个杰出的校友。陈阿兰去年才以嘉庆军游台湾，
以女性的身份摕到金钟奖最佳男主角。一届搁一届受到母校的肯定，连文书杨丽花嘛专工报工来参加，予陈阿兰是感动甲后甜。我跟随着我的恩师的脚步，他保留传统，兼具创新，他传承给我歌仔戏的 DNA， 所以我会为台湾这块土地努力，我会为保留台湾重要的文化资产而奋斗。陈阿兰伫前几年啊，佫开始做学生，目前已经摕到台师大国际时尚高阶管理的硕士学位。伊嘛讲，希望未来会当甲歌戏甲现处时上界流行的 AI 技术结合，互歌戏行出传统的束缚。所以目前嘛，当伫咧找厂商制作，希望会当有合作的机会。我觉得歌仔戏的精髓绝对不能失去，不能因为要创新而走向创新。传统一定要保留，这个我们非常非常的坚持，尤其是我的恩师杨丽花，她说非常坚持，要不然就不像歌仔戏了。但是我们会把它运用得非常好，让大家耳目一新。陈阿兰讲，去年嘉庆君游台湾，互电视歌戏的收视年龄少年化，未来伊除了会为歌戏的传承尽心尽力，作品嘛会做部分的调整，来下少年人的口味，互更较侪人感受歌戏的水。记者林孝凯台北采访报道。卡球明星梅西初赛的时替巴黎圣日耳曼队，他最后一场比赛了后，就要离开这支球队。刷落来要去队也唔知，也毋过即晚有外国媒体是报讲，沙地职业卡球联赛有亏损5亿欧元，等于超过代表160亿的计数，爱去踢球。超级卡球明星梅西初三伫甲法国卡球甲级联赛球队2年的巴黎圣日耳曼 PSG 正式分开。PSG 宣布梅西初三伫王子公园球场为 PSG 踢完最后一场比赛，这个赛季结束就离开。Que j'ai eu le privilège de diriger le meilleur joueur de l'histoire du football. C'est un grand privilège. 现年35岁，梅西顶个月甲 PSG 踢破面，球队指控伊无得到许可，就前往沙特阿拉伯担任旅游大赛，甲竞赛搁停薪。梅西伫巴黎的2个赛季，无法度亲像其他的带 PSG 伫欧冠杯摕冠军。总讲伊个人的成绩袂歹，部分球迷也是不满梅西的表现，连伊最后一场比赛都无甲加油。梅西目前要去倒也毋知，暗过一个讲法，沙特职业卡球联赛开出5亿欧元。超过160亿代表的年薪天价，要来请梅西。另外一个是讲，伊有可能登回西甲巴塞隆纳队，这是梅西的第一志愿。不过伊当年离开，就是因为总讲降薪，巴塞嘛付不出这个薪水。No sería la palabra nervioso, ¿no? No, estoy expectante, ¿no? Porque además he ido hablando con él, tengo muy buena relación y me gustaría, sí, me haría especial ilusión. 比伊较早去沙地是法国籍球星本泽马，伊所属的皇家马德里队初时证实，本泽马这个赛季结束就会离开，伊要对前队友C罗的脚步，转战三国去踢球。The coming big players, big names, young players, old players, they are very welcome because if that happen, the league will improve. Age is not important. 媒体报道，三国开出超过1亿欧元，差不多代表33亿的年薪，和本泽马改变继续留伫皇马1年的想法，已经甲伊蒂哈德队达成协议，签2年合约。公司新闻7万0编译。来看泰国曼谷举办冬季游行，有几若千人是专工打扮去参加，呼吁爱互冬粉会当合法化。那即马泰国总理候选人皮塔冇参加这场游行，伊强调相关的法案即马伫泰国的国会是优先要推动的项目，伊嘛希望伊上任100天内会当通过这个法案。大巴蔡根旗伫街路顶开，民众人机啊甲标语大声喊口号。礼拜日泰国曼谷有数千人参加冬季强化大游行，呼吁推动性别认同法甲同婚婚姻合法。แต่วันนี้ค่ะเรามาแสดงให้เห็นว่าพวกเราชาว LGBT หรือว่าทุกเพศทุกวัยนะคะเราต้องการความ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และความเท่าเทียมและความเสมอภาคทางด้านกฎหมายนั่นเองค่ะคุณพี่ขาหวังว่าในอนาคตอันใกล้นี้รัฐบาลชุดใหม่จะผลักดันให้สมรสเท่าเทียมเนี่ยเป็นไปได้และเป็นเกิดขึ้นจริงค่ะ游行队伍当中，因看到真侪政治人物也来参加，包含特别组成联合政府的前进党甲维泰党重要人士。
虽然泰国已经伫2015年通过性别平等法，防止歧视跨性别族群，现行法律却还未允准民众变更法定性别。宪法也有权将婚姻关系限制男女。前进党总理候选人皮塔游行进前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无论是以民法或者是同婚法的形式，希望就近100天内应完成同婚立法。It's sending a message to the world that love is love, and that Thailand is a safe place for you to express yourself openly and freely. 泰国一向被认为是对 LGBTQ 族群上友善的亚洲国家之一，相关团体这几年就叫争取立法保障权益。泰国国会自2011年就成立专门委员会讨论同婚法案，2017年已经一度通过4项相关的法案。皮塔真济摆表示 ，LGBTQ 相关的法律也是上任了优先推动的项目。公司新闻杨冠编辑。伫智利的南部有一张5000多岁的神木，有可能是即马全世界上老的树王。科学家即马嘛要透过这张神木来研究讲，伊是安怎适应气候的变迁。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边800公里外，阿尔塞克斯特罗国家公园结果边仔，一张28公尺悬、直径超过4公尺的智利柏，已经伫遮超过5000年。树身拢是青苔，国人学起抱这样细一链。当地人讲，这神木级的大树是阿祖，这体身形真正是地球上上老的树。一张树要活5000年，并不简单。阿祖当过毁灭性的森林大火，甲人类过度错树仔用来起厝造成的恶分，即马伫湿润的丛林内底，甲真济鸟类、爬虫类，甲规片300-400岁，甲比起来算是囡仔的树仔共存。Este árbol que está aquí hace 5000 años creciendo es un sobreviviente. Es un sobreviviente porque estamos en un lugar muy especial, que es un barranco, ¿verdad? Una quebrada profunda. 有2400多年密集的年轮，用电脑模型推测，有8成几率已经超过5000岁，甚至可能有5484岁。比即马上悬树林保持者4800多岁，美国加州马斯萨拉松加几啊百年。不过，这张树的可贵不只是伫年份，更较难得的是地球环境的变迁记录。Es como un libro abierto, yo lo llamo, y nosotros somos los lectores que leemos cada uno de esos anillos. Y esos árboles muy antiguos tienen genes, tienen unas historias muy especiales comparadas con todos los otros árboles, porque son símbolos de resistencia, son símbolos de adaptación, los mejores atletas en el fondo de la naturaleza. 当时的年份年轮较矮，最后的年份年轮较宽。大型火灾甲1960年强烈地动年份也看出来。地球上1000年古树存无偌济，若这老树死亡消失，生命如何适应地球变化重要线索也消失。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9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30度，上悬有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是32度。外岛的温度28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